这笔钱够你养老的了。哼，可是我不想要支票，您还是给我现金吧。对于我这种穷人来说，支票太虚了，您还是拿一摞一摞的现金往我身上砸。您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把我砸死？乌鸦是变不成凤凰。喂，芬妮。峰峰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想出来透透气，你可以陪我吗？好，好，待会儿见。你这小混蛋，什么时候记得回来看你妈？那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，爸，爸，您辛苦了。哼，哪有你辛苦啊？听说你忙得很。哎呀，老爷子，哼，你这次出国，生意谈得还顺利吗？还好啊。哎，叶佳呢？我听说她最近谈恋爱了。啊，谈恋爱？哪家姑娘？你不是去她那儿住了几天吗？难道还不知道她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？哎呀，你说那个夏的女人呐，这男人嘛，平常在外面玩玩，哪能当真呢？真要娶进叶家来当媳妇，还得佳妮那种好女孩。你认为叶佳是个逢场作戏的人？我调查过了，那个女孩非常聪明。当年是以第1名的成绩考上的名牌大学，也是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的。会念点书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现在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考第1名啊？我也希望我们叶家能够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进来。这过日子，有几个男人喜欢聪明的女人？叶家就会喜欢。叶家喜欢读过他所有著作的聪明女人。一辈子很漫长，找一个有趣的、心意相通的女人相伴，胜过一切。哎呀，我们的儿子是个书呆子，那个女人不简单。我听说他还跟李欢同居过一段日子。咱儿子整天在实验室里，没那个心眼儿，我就怕他被那个坏女人给骗了。哦，是吗？来，爸，谁说的啊？哎，叶波啊。你不是跟李欢称兄道弟的吗？对啊，冯峰和李欢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爸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起八卦新闻了？他们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。不过李欢他亲口告诉我说他跟冯峰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什么暧昧关系啊。李欢这个人不简单呢，叶家能有这样的对手，以后可能不好应付。
哼，我哥呆瓜一个，毫无情趣。我要是个女的，我都嫁给李欢。从家族利益角度来说呢，我也希望娶林佳妮，但是如果叶家他有打算，我也不想干涉他。没想到因为李欢，我们反倒变得亲近了。叶波呢？最近我和叶波啊，总是吵架。我们俩的事儿，他压力很大。我理解。他本来想通过股票期货大赚一笔，在家族面前露一手，让他们看一看，叶家四公子并不是废物，没有家族的力量，照样可以风生水起。只可惜老天不随人愿，投进去的钱几天就亏了。做股票就是有风险的嘛。是啊，他后来想扭转乾坤，捞回损失，就找好多朋友借钱。可是以前那些两肋插刀的朋友，一个个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吧，最后还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推辞了。其实，我和叶波在一起，好多人以为我占了他多大好处呢。其实每次送礼物，他都送的是什么鲜花、玩具公仔，要不就是唇膏之类的。相反，我倒是送他昂贵的领带，还有定制的西装什么的。越是有钱的富家公子，越怕女人贪图他们的钱财。其实小凤说来也真是搞笑，我花过很多男人的钱，但从来没有花过男朋友的钱。花很多男人的钱是生存，花一个男人的钱才是生活。精辟啊！有文化的人真是不一样。小凤，我真羡慕你。羡慕我干嘛呀？我一个穷人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有名牌大学的学历，然后又身家清白，又没有那么多富豪的妻子憎恨你。这很重要吗？这还不重要，这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种奢侈。其实叶波也是有苦衷的。也许吧，但是爱情有的时候是不堪一击的。只要有爱，万事皆休。谁能如此？你都已经想得这么透彻了，干嘛还纠缠一份复杂的感情啊？小凤，你不是也如此吗？你知道，叶波父亲60大寿，叶夫人已经把我列入黑名单了，女伴都给他找好了，连服装都订好了。把你列入黑名单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为什么？叶夫人给了我一张300万的支票，你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了吧？哎，你看，哎，蝎子，哎，老白最近研究的怎么样了？他最近没有研究古籍，而是忙着看一部网络小说。嘿，老白什么时候变青春了？迷上什么网络小说？老白看的这部小说，跟咱们研究有密切的关系。哦，是什么小说会跟研究有关？小说的名字叫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，作者是失踪1年的冯峰。这小说啊，在网上很火，点击率已经上千万了。冯峰是网络作家，这我早知道。难道小说里面有什么蹊跷吗？对，老白说了，小说的内容跟古籍的记载完全吻合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先生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冯峰才多大，就凭他的阅历和知识，怎么能写出这么逼真的东西呢？老白说了，没有在那个时代真正生活过的人，绝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。小说的第一人称是冯昭仪，老白仔细考证过，这个女人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啊，这个事情发展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有趣的是，冯峰居然跟我儿子谈上恋爱了。先生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该找冯峰？不，先别打草惊蛇，咱们先稳住阵脚再说。有钱人真可笑，认为什么事儿都能拿钱解决。哼，拿钱来衡量感情，太浅薄了。小峰，你要小心，侯门深似海，叶家的母亲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和叶波肯定没有希望了，你可别步我的后尘啊！我是纯女人，李欢一直都这么骂我，骂的一点都没错。行了吧你？哎，小峰，你知道吗？李欢可是红得发紫了，你给他投票了吗？当然投了。看来你还惦记着李欢呢。我是拿他当朋友，当然支持他了。这周末你有没有空啊？要不咱俩去给他加油啊？好啊，我正想看看这个千年僵尸有多受欢迎。还千年僵尸呢？行了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人家那可是小萝莉眼中的超级帅哥。哎呦，还小萝莉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走了。接下来有请1号选手李欢闪亮登场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把手举起来呀！快点，不行，把手举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1号选手李欢。谢谢大家，真的很感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，《我是妖》。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那么爱你，我一定把我最好的一面留在你我相遇的那天。可惜，我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伤心。今天，在这里我要对你说，为了一次爱你的机会，我愿意再等1000年。我是谁？从遥远的旅途悄悄归来，漫漫长夜，孤影灯下，1000年的孤独只为等待你。百花盛开时和你一起摇摇。我是谁？那古老的目光一片荒凉，飞越时光，唤醒柔情。1000
千年的穿越只为见到你，满天飞雪是同你一起舞蹈。我是一只修炼千年的羊，与你相拥今生，任世间一起笑傲。尘中归尘，土中归土，只有我和你的爱永远不老。只有我和你的爱永远不老。今天的比赛，每位选手表现的都非常精彩，但是有一位选手，他的演唱颠覆了现代流行音乐的传统。经过评委会的一致认定，他全票通过。请大声告诉我，他的名字是？李欢。没错，他就是李欢。李欢，这次可是高兴死了，这是要大红大紫的节奏了。哼。他再大红大紫，在我眼里依旧是个贱男人。哎呦，别装了，本来的嘛。不过说真的，他刚才唱的挺好的，是吧？那倒是，那要看跟谁比了。你说他现在不是得乐死？这还只是半决赛呢，就那么多粉丝了，天天追着他跑。那也没你红啊。我，哎呀，得了吧，他以后肯定比我红。哎。嗨，两位美女！哎呦，超级帅哥来了，挺不错啊。哎呦，这千年老妖会开车了，真是今非昔比啊！现在好多小女孩喜欢你吧？是啊，比后宫3000还多呢。开心死了吧？芬妮、峰峰，我现在粉丝1000多万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峰峰，说实话，是不是有点后悔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。你们俩在这继续聊吧，我可不当电灯泡了。我走了，拜拜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就1000多万，跟芬妮怎么比啊？哎，听说现在网上的那个最受富姐欢迎榜里，你排第1位了。你现在的小费应该不止5000了吧？怎么也得50万、500万吧？哎呀，我得抓紧挣钱了，要不然连你的小指头我都碰不到。你这个蠢女人，刻薄，一点都没变。说圈里的一个大富姐特别青睐你，是不是那陈姐啊？啊，你都成她床上的教客了吧？你闭嘴！你身体受得了吗？信不信我掐死你啊！我都是善意的提醒。跟你说啊，现在的内鬼特别多，专门偷你这样明星的手机来爆料。你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赶紧删掉，万一流露出来，自毁形象啊！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你这个蠢女人，我掐死你信吗？啊，超级帅哥杀人了！上车，快！你干嘛呀？啊，绑架呀你！蠢女人，明天务必把时间给我留出来，带你去个重要的地方啊！啊！今天晚上陪见好吗？差点失身了，
这是什么阴阳颠倒的社会啊？怎么女人比男人还色？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